今年因为风台甲日大雨的影响，毛豆文旦产量减少。不过，伫个农民的努力抢救，还佫用个出口加拿大，会用个互海外侨胞甲伫国际消费者，会用个伫中秋节品尝到上有代表性的台南文旦。市长黄伟哲中昼嘛出席台南文旦的外销加拿大的封柜仪式，为台南的文旦来拍开国际的通路。这次我们台南麻豆文旦虽然在风灾中受损了，但是剩下的量我们还是要提供一些内外销的需求。尤其麻豆文旦CP 值很高，品质又很好，那所以说我们行销到国外绝对有信心。大家知道加拿大的那个果菜的这个品质的管制非常严格，能够通过标准进入到加拿大，而且要经过10几天的海运这个是一定要果品质非常好的。那不仅加拿大，不仅日本，不仅这个新加坡，我们还有许多的国内的消费者都很喜欢最棒的台南文旦。我们希望这些文旦都能够敲开外销的通路，而且让更多的消费者都能品尝到。市府农业局表示，全台湾的文旦种植的面积大约有3700多公顷，台南市就占了1060公顷，是全台上大的产区，占全台大约有29%。即届受到风灾的影响，今年市面上每一粒来自台南的麻豆文旦，会用讲是真无简单。希望民众支持台南上好食的文旦，把握中秋节限定的麻豆文旦，就是对农民上大的肯定。台南新闻综合报道。